代替产业工会早起伫台北火车头抗议，因不满讲春节1,500块的疏运奖金，所有一个员工互认定讲无符合资格，无法度领这笔钱。代替是指出讲一切拢是遵照法令卖甲员工来加强沟通。本来到新正或者是年假的期间，拢是代替员工陪爱陪真案的时阵。不过今年春节员工出勤的奖金，煞是事后互通知会缩减。 这互工会是感觉真不满，早起伫台北火车头前举票据抗议。台铁施明星1月24号晚上上班的同仁，他上到隔天，也就是正式开始疏运的1月25号的早上下班之后，台铁会认定其实是从1月24号来上班的，所以你并不符合我们在春节疏运的这个日期里面。 英国工部单的人员会当使用的微波炉等等的电器，即马防以省电为理由，大禁止使用。加上即届事后才通知员工，春节所运的奖金一工1,500块，明明有做工课的事实，煞无法度来领。互工会批评代替是打击员工的士气甲信任。我们也会担心说，是不是之后包括民俗奖金也有可能会有这种限缩的状况。代替百年老店公司化。 员工的福利煞红质疑讲是愈来愈少。针对这点，代替回应讲，有以行政院设定的标准来分春节所运的奖金，照劳动基准法的规范，保障员工合法的权益。同仁有什么疑义，我们会持续按照团体协约的相关的办法嘛，来持续来跟我们的同仁来做沟通。针对工会诉求，包括新正、清明、5日节、甲中秋等等民俗的节日。 代替应该要答应迄一天有出勤的员工，都符合分奖金的资格，而且恢复春节奖金发放的范围。针对这点，代替表示会甲员工加强沟通，找出上好的方式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